今集我會挑戰海拔5000米嘅彩虹山，親身感受大自然嘅震撼美景，仲有意外發現喺利馬竟然有一個貓咪同埋人類共存嘅公園，記得睇到最後哦！馬丘比丘被譽為失落嘅印加城市，係由印加帝國喺15世紀所建，位於秘魯安第斯山脈之中，海拔2400米高。呢個地方曾經係印加皇族嘅居住，又或者係宗教儀式嘅重要地點。而家凌晨4點半，我喺 Airbnb 下邊等緊個司機嚟接我去做今日行 Rainbow Tour。其實我有啲緊張，因為要行到上5000幾米，仲要今日得我一個人。肥熊唔會跟我嚟做呢啲嘢噶啦。不過因為前日去 Machu Picchu 嗰時冇咗個豬頭骨聖谷，好彩我有嚟報呢個 Rainbow Mountain。如果唔係我成個秘魯咧，淨係去咗 Machu Picchu。我今日會努力行上去 Rainbow Mountain。去彩虹山最方便嘅方法係參加當地嘅 local tour。去彩虹山冇去馬丘比丘咁麻煩，唔需要提前幾個月預約。你可以去到庫斯科之後慢慢揾 tour 報名，仲可以根據天氣揀最佳嘅出發日子。因為幾乎日日都有 tour 出發去彩虹山。因為彩虹山海拔高達5000米，如果情況可以嘅話，我建議將彩虹山安排喺行程嘅最後幾日，等你身體有足夠嘅時間適應咗高山環境，減低高山反應嘅風險，輕鬆迎接呢個挑戰。去彩虹山嘅 tour 通常朝頭早4-5點就會接你出發，一開始會帶你去食早餐，之後就會坐車去離彩虹山最近車可以到嘅地方開始行程。到咗最後一段路，你可以選擇行上山，但係如果唔想行或者覺得體力唔夠，之前呢係只可以選擇騎馬，但係今次我去到竟然發現而家仲可以選擇坐電單車。不過要注意，就算你揀騎馬或者坐電單車，要去到最經典嘅打卡位，最後嗰一小段路都係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咁行上去，親自完成呢一個壯舉。
彩虹山位於秘魯安第斯山脈，海拔約5000米高，以獨特嘅七彩條紋山脈而聞名，好似一幅天然嘅畫作。彩虹山嘅色彩來自礦物質沉澱，形成紅、黃、綠、藍等鮮豔嘅色彩，配上周圍壯麗嘅高山景色，令人嘆為觀止。呢度被譽為秘魯最夢幻嘅自然奇觀之一，係熱愛冒險同埋大自然嘅旅人必到景點。彩虹山直到近年先成為熱門嘅景點。呢個壯麗嘅自然奇觀其實喺過去一直被冰雪覆蓋住，隨住氣候變化同埋冰川融化，彩虹山嘅七彩條紋先逐漸顯露出嚟。當地嘅居民最早發現佢獨特嘅色彩，之後漸漸吸引咗遊客，成為秘魯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旅遊熱點。彩虹山曾被評為死前必去嘅100個地方之一，作為熱門嘅打卡景點。現場嘅情況已經變得相當商業化，喺最經典嘅打卡位，你會見到滿地都係賣紀念品嘅小販，仲有帶住羊駝影相收取小費嘅人。而且由於人數眾多，打卡位往往會大排長龍，甚至有時會感受到人逼人嗰種壓迫感，其實都令我少咗機會感受到靚景嘅震撼。呢個情況都反映咗過度旅遊帶嚟嘅影響，美景逐漸失去原本嘅寧靜。不過嚟到咁遠嘅秘魯，冇理由唔去一次彩虹山，即使過程唔完美，呢段旅程依然係獨特嘅回憶。回程返去停車位嗰陣時，雖然你可以繼續選擇騎馬或者電單車落山，但係我決定慢慢行落山，沿途欣賞周圍嘅自然風景，一路行一邊感受高山嘅寧靜同埋壯麗，仲好彩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羊駝。佢哋好悠閒咁喺山邊食草，為單調嘅山景增添咗幾分生氣。呢段路反而成為咗最輕鬆同埋最難忘嘅部分。去完彩虹山，我嘅秘魯之旅就正式畫上句號。拜拜秘魯。第二日我會搭飛機去玻利維亞嘅首都拉巴斯，喺嗰度住一晚，準備第二日飛去烏尤尼，探索夢幻嘅天空之鏡。玩完天空之鏡，我會飛返拉巴斯，再轉機去秘魯嘅首都利馬，喺利馬住一晚，之後再飛去紐約。就喺我快閃利馬嘅短短時間，竟然發現咗一個人貓共存嘅公園。公園周圍都有貓咪嘅身影，佢哋自由自在喺草地上面游走，或者好懶咁喺凳上面曬太陽，完全唔怕人，感覺就好似人同貓咪之間一種默契嘅平衡，令我好感動。喺利馬發現呢個人貓共存嘅公園，真係令我好感動。呢度展現咗人類同埋動物之間可以建立嘅一種和平關係，唔再係單純嘅殺同埋唔殺之間作出選擇，而係一種互相尊重同照顧嘅共存方式。公園入邊有人會餵貓咪，仲特別設置咗為貓咪準備嘅小屋，提供遮風擋雨嘅地方，睇住貓咪喺呢個安全嘅環境入邊自由活動，或者喺小屋入邊休息，感覺到人類同埋動物之間可以咁和平共處，真係令我好開心。呢個地方俾我好深嘅啟發，希望世界上面有更多咁樣嘅角落，俾人同動物彼此守護，和平共處。下一站夢幻嘅玻利維亞天空之鏡，感受天地相連嘅感覺。睇到最後嘅你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拜拜。